说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海的抽水站，抽沿海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海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海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沿队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延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延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0月19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制作一款3D 历史体验电脑游戏《昆岛行者》，19号正式发表。同时，实体浸水式剧场嘛伫龙潭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同步登场，要互大家回去到400年前的历史现场，体验鲜明的生活。在文化部在做历史现场计划支持下，透过3D 历史体验的电脑游戏《昆岛行者》，19号上午正式上线。李高名的沉浸式剧场上午嘛伫龙田车文化资产教育园区首次来上映，有着市长委托、文化局长谢思源以及侪位的文化甲教育界合作的团体共同主持开幕式。带领民众重回400年前的大园市镇。请启动！各位贵宾，我们即将穿越时空，有请各位贵宾可以帮我们往左右两侧来面向我们前方的荧幕，一同来欣赏400年前的大园市镇，有请。今年是台南400，很多过去台南400年所发生的历史，不管是西拉雅族，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许多我们的先民，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地方。所以感谢我们文化部文资局来补助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来一起来让过去的400年的，让民众能够回到这个400年前的现场。在历史现场里面，我们看到过去当初安平的市集，或是当初在西拉雅族，不管在麻豆社，或者在我们关田这边，事实上都有许多足迹。那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年轻的朋友的学生做校外户外教学，或者是让我们这个一般的民众
观光客一起来那边看，我觉得都非常好。台南400就是一个我们跟400年前的台南那如何认识跟相遇的过程啊，所以安希望透过这个比较活泼的方式然后透过游戏的、透过数位科技的方式来让这个更多的人认识400年前的台南。那所以我们这次的昆岛行者它其实同步有一部线上的沉浸式的剧场然后跟线上游戏同时上线。那透过你可以到龙田恰恰园区也可以在 Steam 的平台上面可以这个来参与这个游戏其实这是一个做不简单的贵点因为在那边的一景一物然后一个发型跟一个服装全部都要经过研究跟考证。昆岛行者的电脑游戏是由市府甲成功大学合作，以建筑系的老师团队对着热兰遮堡甲台湾市政的空间建筑考证成果作为基础，加上过去累积的调查研究，甲着梦想创作公司来合作，运用 3D 的建模加趣味的游戏机制，开发出历史体验的电脑游戏。那我们这边的游戏的特色呢，是我们还原了400年前台南大园市镇的样貌。那我们游戏里面所有的建筑物啊，或是居民啊，它的一砖一瓦，它的所有卖的物品，它的人穿的衣服呢，都是还原当下我们来参考历史的考究，然后还原当下的情况跟情境来制作的。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我们当然把这个包含了很多的游戏性。所谓的游戏就是我们有故事，然后我们有所谓的战斗模式，然后我们有所谓的玩法，全部放在里面。那我们以潜行的方式去把这个故事揭露出来。另外，以游戏的所在所开发无同故事内容，会改名昆岛行者沉浸式的剧场，上午嘛公布伫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来登场，主打亲子取向的活动体验内容，欢迎民众做回来体验。现场还有2间餐饮食品业者，透过一项计划中，考证出来400当前台湾的食材，创作出一道道精致的料理甲着甜点。民众伫咧耍游戏的时，嘛用个详细来找，无铁卡会用个找到相关料理的资料。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南市是美食之都，台南基本款协会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支持，与东区、永康区等22间店家合作，甲面店、甲比厅菜色，也是更新的运动项目，设计成一张台语菜单，希望甲本土语言回转到生活当中。今日健身房才有运动好手，才伫咧自我训练。若是甲运动器材兼项目翻成台语，真侪人可能拢袂晓念，所以也才特别设计字卡，互校员平常运动的时阵会当先刷练习讲台语。二头肌弯举，秋豆香奥举重，嘛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亚脚练。咱职业场合拢已经惯是讲华语啊，所以我就想讲，咱把这专有名词的台语甲找出来。甲整理起来，互咱伫职业场合这种所在，嘛会当讲台语。单纯感觉台语爱传承，台南基本款协会发起一场中现台语社会运动，与小食店、咖啡厅等无同店家合作，推出台语菜单。我想讲店内有一个台语的菜单的话，能够增加大家对台语的迄种讲法。台南有足侪好米，嘛是一个足有文化、佮有台湾意识的一个都市。用好料来学台语，其实应该足趣味的。要甲台语生活化，为这的开始，一间开了30档的面店，为店名原因就是台语，包顶食面。菜单顶的菜名嘛，互人一看就捌。简单的肉色大面、便是汤，为点餐过程，甲台语自然的讲出嘴。较早我拢是讲嘛，就是甲人家讲台语点菜，有可能人客来讲来坐，今要食啥，结账的时阵算小安尼。即摆有台语菜单，因就是当看顶悬的字，佮有迄个拼音去知影即个字。面店头家本身嘛有集团，常参与表演。专出台语歌，跟台南基本款协会的目标同款，
只有愈来愈侪人伫生活当中使用台语这个语言，才会当互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有171档历史的零制定古饼节，因为特殊的制定方式和古饼外观，互定了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为着互更较侪人了解，庙方特别规划系列特展，以古饼模型、故事绘本等方式，把古饼节历史典故展示出来。1、2、3。零制展为呈现100年前安平渡头的故事背景，特别邀请区长萧泰华、民政局专委赖清竹、议员罗坤虎、李启伟、蔡宗豪、民俗专家谢其峰等贵宾做伙亲像古装、盘演官员、士绅、码头苦力、搬回东宫顶，呈现当时码头工课情景。请大家来领了吼，啊，过遐领钱哈。领钱是伫倒咧？哦，伫遐，伫遐。哦，我这支车哦，会当来买糖啊，要来进来换钱哦。好，来，好。我这支车哦，会当来买糖啊。哦，来，谢谢。伫古饼节当中，上引人注目的就是摆伫咧4家猪仔，而且因为普渡所衍生出来猪仔花，只有伫港仔尾社才有，所以庙方这次也制作了小猪存钱筒，互民众感受当年为普渡一份五营庆情的感觉。阮今年吼，就办这个猪仔花，吼，互大家认养。啊，这个猪仔花吼，就是今年办的上新的猪仔花吼。恁等于甲存钱存起来，明年7月初9来遮，掠恁的猪仔来遮抬。咱迄个道长吼有用风云哦，爱7月初9较来遮抬哦。民众若想要更加深入了解安平古饼节，伫12月15号前，拢会当来到零制店边仔活动中心看展。庙方希望透过展览，将这个传承171档的文化完整呈现，互更侪人知影安平的珍贵文化资产。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2024青年甜蜜节将伫10月23开始，连续2礼拜伫南营利都新停场。今年总共规划2大主题，欢迎大家带小朋友甲宠物到店来参加。台南有全糖城市的称号，自2020年首次举办新年甜蜜节的活动，到今年已经迈入第5档。尤其新年有台糖新年总抢的所在地。而且台南佫是糖厂上侪的所在，毋定要互小朋友欢喜，同时嘛要串联咱一代甲顶一代共同的记忆。糖厂当然就是要制糖，所以我们新营甜蜜节也一方面呼应一段过去的历史。我们台糖的总厂在新营，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甜蜜节，一方面希望大家都甜甜蜜蜜的，一方面也呼应过去这段历史。那在11月23日跟11月30日这2个2周里面的这个假日都欢迎大家来参加甜蜜节的相关活动。过去我们举办甜蜜节也获得了广大的回响，许多好朋友都喜欢来甜蜜节看看、吃吃喝喝、逛逛买买。那但是很重要的，呼应这段历史，希望大家来回应过去我们阿公阿嬷过去那段甜甜蜜蜜的历史。我们也请来最佳的代言，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哦。今年的新年甜蜜节的活动内容相当丰富，将伫11月23、24，加11月30、12月1号，连续2个礼拜，伫南营绿都新来登场。活动分2大主题，有草地西游记，甲着虫虫奇遇记。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甲毛小孩，做伙来找找甜蜜的回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2024十个主展览伫台南市美术馆展出，以无平行做主题，
自2022到2024之间，台湾建筑界优秀的19件作品，同时深刻探讨建筑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多元面貌。每年的石构筑展览聚焦近年台湾建筑界的杰作，一件件展品都代表了建筑师、业主及施工单位在应对各种挑战时独特视角和创新思维。策展团队希望引领观众思考建筑如何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形成多样化的建筑景观。这次策展主题叫无平行，其实就是要揭露建筑人的或者建筑领域的这些平行宇宙，然后他在如何展示在平行宇宙之间对业主、对营造方、对各个这个公部门、私部门的人，在这些人之间协调、合作、协作，创造出我们对建筑的想象。建筑跟政治其实有很多雷同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要面对公共，很多的平行总是会创造出一个交汇。政治的领域或者是建筑的领域，我们就是要透过共创，让台湾更好，然后建筑透过设计，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当中除了精选台湾各地及台南的建筑案例，也深入探讨树木与建筑之间的共生关系，透过这些作品展现台湾在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创新。在2024年台湾设计展中，主展区之一的西市场就是例子。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西市场的建筑看得出来，当时在日治时期的这个市场结构跟现在的我们很多的市场结构是有一些变化的，也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跟我们所有的住民都能够在建筑的美学里面享受它最好的一个生活。延续城市设计与生活美学，石构筑将在台南市美术馆展出至明年2月，期间还将举办多场论坛及工作坊，邀请来自国内外的建筑师和专家与公众进行交流与讨论。记者孙怀谈的报道。和顺国小今年5月份甲日本山口县宇部市小野小学校进行国际师生交流，分享双方校园的点点滴滴。11月份再度展开交流，将对士农教育进行分享。和顺国小6年级的学生在彩金文教基金会的经费补助下，持续进行科技创新、永续教育推广，再次与日本小野小学校的师生进行视讯交流，分享这学期在学校种菜头的心得，更进一步从田园种植分享到餐桌料理上。白萝卜切碎，步骤2，打入蛋、盐、白胡椒粉。这几次交流，我们了解到了台湾和日本的文化。我觉得这种交流非常好，既可以了解到台湾的文化，也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文化。和顺国小推行食农教育，带领学生亲手栽种各种蔬菜，并透过交流与小野小学校分享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心得。特别有趣的是，种植萝卜遇到了蚜虫。学校的小朋友也进行了 PBL 研究，然后跟日本学校的小朋友一起来交流讨论如何防治病虫害。那这边特别感谢孟平老师跟彩群老师，还有彩金文教基金会的挹注，让我们可以做台日的交流。我们6年2班以及6年6班的小朋友跟小野学校这边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先介绍了我们南青桃园的农园，里面种的这学期种的是萝卜，也分享了萝卜的食谱，然后跟小野学校的小朋友交流，然后甚至我们还到了厨房去将厨房的内部，然后怎么去清洁，以及怎么去进行料理的过程，然后分享给小野学校。然后我看到小野学校他们在家政教室制作的萝卜食材，以及日本有名的关东煮，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做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食农教育，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国际交流。和顺国小的学生在竹中温雄先生以及心仪老师的带领下，教了学生利用 AI 软体制作卡片，将大根的祝福卡片寄到海洋另一端的小野小学，为这段难得的国际友谊留下纪念。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
桃园龟山路上一间早餐店以卖大份的古早味茶面出名，受到不少在地人的推荐，是怎样好食呢？对着镜头做伙来看。一大早你会选择吃什么早餐呢？在桃园龟山振兴路旁有家早餐店，室内装潢文青明亮，看似是家咖啡厅或早午餐店，但其实里头卖的可是道地的台式早餐。原来老板是学美术出身，从小帮忙家里早餐店生意。他认为像蛋饼、豆浆等台式早餐才是更贴近民众生活的餐点，因此便以提供更好的空间与服务为目标，创业开了这家早餐店，要让大家都能优雅休闲吃早餐。本身我们是学美术出身的，对，那我会希望就是说，不希望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早餐店会像传统早餐店就是可能灰灰暗暗的这样子，我们是希望就是虽然你是用早餐店的价格，然后进到这边，但是我却可以给你类似餐厅的服务，那可能虽然会比早餐店价格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体给你的感受，假如说空间或者是灯光，然后还有音乐跟气氛，都会是比想要颠覆你们大家就是对早餐店的这个既定印象。那我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就是台湾人对台式早餐的这个认知，然后可以重新定义。有别于一般台式早餐店常见到的蘑菇或黑胡椒炒面，店里的人气商品是这盘古早味炒面，食材天然，让民众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而且为了服务学生，只要盘子装得下，想要多大盘都可以。便有学生顾客分享，自己每2-3天就会来吃一次，十分推荐店内特色炸汤圆和炒面餐点。就是来这边基本上大家都会先点炒面，因为炒面是他们招牌这样。对但是他们单价会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品质比较好。主要是因为离学校近，然后加上他们就是有独特的味道，这样就是有点像古早味这样。然后就是大家这边都蛮喜欢的。除了炒面以外，你有没有个人最推荐哪一道？炸汤圆。对，就是那个晚会会出现那种。对，因为在外面早餐店基本上不会有这种餐点。对，然后这一家会有，所以我基本上来都会点。对。可是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每天的酱汁就是用温体猪现煮，那里面基本上都不加任何的人工的调味料，就纯粹就是原汁原味。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每天会一直吃，然后吃不腻的原因。由于位处大马路旁，顾客群以上班族和临近学校的大学生们为主，因此老板也特别在店门口设置了保温箱，方便顾客随拿随走，并提供大分量的餐点来满足学生们的胃口。加上文青典雅的舒适内用环境，在显示了经营细节上的用心。老板期盼借此翻转大众对台式早餐店的印象，享受吃早餐的时刻。最终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以一个新式台式早餐的概念，然后就不会只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早餐只是很想尽快的把它吃完，那赶快去上班，而是说我们可以享受就是吃早餐的当下，那这个环境可能就如同咖啡厅或餐厅一样，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去到早餐店，但是可以享受跟他们一样的品质或者是生活，然后让每个人就是每天早上都开开心心的。透过用心经营环境与餐点，老板期盼能用这家店打破大家对台式早餐店的印象，不用花大钱，也能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享用最 local 的早餐，为一天的开始做好最充足的准备。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庆祝家人市设市100档，市府伫海洋广场举办家人100光影盛典，市长谢国牛顶人主持点灯仪式，邀请民众每一天暗时来欣赏3分钟的灯光表演，以及家人海港的美景。2、1，启动！基隆100光影盛典正式展开。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立委林佩祥及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共同为基隆100光影盛典举办点灯仪式。海洋广场上空出现了雷射灯光秀，30组光束和雷射灯打造，出现宽幅90公尺的灯光秀。现场民众拿起相机猛拍照，搭配音乐震撼效果，
带来视觉、听觉双重享受。今天的感觉呢？我觉得很棒。怎么说？因为又配合那个海港的景，我觉得很美。感觉很不错。怎么说？我们的基隆的100年祭祀。每次的一个表演活动呢，大概有3分钟。那同时会有射上天空的雷射，以及射在我们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中心的一个白墙上面。希望透过这样子，可以让大家每个时间节点都可以来这边感受一样不同的海港氛围。那图案呢有爱心，然后还有星星，然后还有很多缤纷的色彩。希望透过跟大家刚刚前面所述的基隆100迎宾万千，这个宾就是缤纷的缤，也是宾客的宾，更是色彩缤纷、更多样化的情绪哦。为了庆祝社事100周年，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议长童子伟及多位市议员都出席这项盛典。我们未来会在基隆100也好，会在2026年是西班牙的这个传教人士来台湾400年来也好，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那我们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把基隆点点滴滴的做更多的修复、更多的翻新以及更多的保存。所以我们让好的原来的文化保存下来，但是我们也把新的更有意义的东西推出。其实我们基隆港本来就非常漂亮，就看我们怎么营造跟这个创造这个感觉。本来它就有它独有的特色，如果把灯光打下去，我想会有一种国外的氛围。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的全体议员应该也都会非常满意。这个100年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也欢迎我们这个市民好朋友，包括外县市的好朋友，能够多常来这个我们基隆来参观我们的一些活动。那这个光雕秀很棒哦，一直到年底哦，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拨空来这边参观。你看有光雕秀，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秀，还有烟火秀，陆陆续续，我们真的。我们市政府真的团队也很厉害，那我们基隆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浪漫。香港那个跨年晚会曾经看过他们的光雕，但是好像没有那么我们今天晚上那么丰富的感觉。他们是注重的烟火，但是烟火来讲，现在的环保的议题为先的话，我想我们灯光秀也是比较环保的一个展示的方式。觉得我们基隆这城市啊，越来越有软度、有温度的哈，而且觉得是真的是点亮了我们这有爱的城市。一旁还设置了浪漫光廊及打卡拍照区，开幕式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体验。晚上的时候，就是整个夜景这样衬托这个月亮很漂亮。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从新北市来。新北来啊。我蛮喜欢这个光雕艺术，然后蛮喜欢那个花的那个整个构图。基隆100光影盛典，就希望让大家点亮整个基隆港，让大家知道我们一起欢庆我们的一个社事100年。那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特别，就是往年在12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圣诞气氛。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社事100也结合了圣诞，结合了整个廊带的光，以及我们的年终晚会，到我们12月31号的跨年活动，有一系列的安排，希望一起来庆祝这非常开心的100。现场设置了优雅人鱼造型相框和皎洁弯月互动相框，提供网美拍照打卡，也非常适合情侣和亲朋好友拍照留念，分享基隆社事100年的喜悦。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审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